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选总统，即马当得连署，支持郭台铭的新竹县新埔民意代表会姓王的主席，涉嫌是讲来连署就当摕钱，和新竹的检方申请羁押，法院嘛已经裁定收押。承办检察官讯问王楠后，认其涉犯前开罪行重大，且有羁押的必要，于昨日深夜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王楠。法院于今日上午召开羁押庭，承办检察官亦到庭论告。法院讯问王楠后，已于今日中午裁准羁押禁见。对画面内底，当看到郭台铭顶个月去新竹造势时，新埔民意代表会姓王的主席就徛伫伊的后壁。检方是接到证据，讲伊咧替郭台铭就连署办活动，有来车马拢有400块通摕。检调发动搜索，真正有找到现金，连署书依法上班，嘛申请羁押。若法院伫昨中昼已经裁定收押禁见。